第6章高明插裝節外生枝。我連忙道：喂，錢不成問題，可是時間方面，我卻有。但是我一句話只講到這裏，對方已經掛上了電話。時間上的巧合使我再度懷疑，那是有目的的行動，可能對方的目的並不在於錢，而只是要將我誘開了去而已。我決定如果一直到明天下午，那女人再沒有電話來的話，便只好走一遭了，因為這是唯一的線索，除此以外，別無他法可想。我連忙以舊報紙紮成了方方的一包，看來像是一包錢，因為我始終不信普通的綁匪竟敢在我頭上討苦吃。一直到第2天下午，那女人還沒有電話來。中午時分，我已經借到了一艘快艇，我是有海上駕駛快艇的執照的。下午2時上了快艇，不到1個小時，已經上了岸。我不知道那女人要如何和我聯絡，只得在碼頭上大搖大晃，引人注意。不久，便看到一個當地的鄉下小姑娘向我走了過來，揚了揚手中的一封信，道：先生，這封信是你的。我一看信封上正寫着我的名字，忙道：是，這信是誰給你的？我一面說，一面伸手就到拿信，那小姑娘卻將手一縮，道：先生，那大姑說這封信要有利益才能給人的。我心中暗自苦笑，除了大勒索者之外，想不到還有小勒索者。我只得取出一張10元的紙幣，換到了那封信。那鄉下小姑娘歡天喜地的笑了。我拆開信一看，只見肩上寫得很簡單：山頂相會，紅花為記，不見不散。總共只有12個字。我看完了之後，心中實是忍不住怒火中燒。中秋節到這裏來的人很多，若是說綁票者神通廣大到竟能在眾目睽睽之下將紅紅帶到山頂去，那除非紅紅是一個白痴。對方的面目已經很清楚了。到了山頂上，可能會有配紅花的人前來和我糾纏，但是結果一定是不能將事情了結，因為他們的目的只不過想令我多滯留些時而已。那女人的一切都裝得很像，但如果以為這樣就可以令我上當的話，那也未免將我看得太低了。我怒氣沖沖，正待回到快艇上去的時候，轉念一想，不禁又呆了半晌。剛才我以為對方十分低能，可是如今我略為冷靜一些地想了一想，卻覺得對方並不低能。因為我即使立即識破，要我到山頂去是一個詭計，但是我還是不能不去，因為事情到現在，對方是不是和白老大的兒子有關，我還是不確定。如果萬一沒有關係的話，我的失約便可能危及紅紅的性命。一個女子要在山上自行失足落山，那是太容易了。對方並不低能，便是他們善於捕捉我的心理。到了這一地步，知道我不敢將紅紅的性命去賭上一賭。我想了一會，覺得還有1天1夜的時間，只要我能在16的傍晚趕回家中，還可以來得及化妝成純正氣到湯姆生道25號去。因此我改變了初衷，決定上山頂去。我不循普通遊客上山的那條山路，而從旁抄了上去，攀崖附壁，不到2個小時已經到了山頂上。山頂上有着不少寺院，遊人也不少。我剛一在山頂出現，便見到一個女學生模樣的少女，襟上配了一朵紅花，向我走了過來。我立即迎了上去。那少女不過16、17歲年紀，一見到我，向我上下打量了幾眼，卻以十分老練的聲音道：喂，先生麼？請跟我來。我只得跟着他走去，他走的卻是下山的路，離開了山頂沒有多久，曲曲折折，轉入了一後小道，不一會，便來到了一片四面都為樹木遮住，只有像許方圓的一塊平地之上。平地上有一個30不到的女人，濃妝艷抹，一見我就轉過身來，道：錢帶來了麼？我一聽那聲音，便聽出那正是電話中和我通話的那個女人。那少女已經離了開去，這片人所不到的空地上，只有我和她2個人，而天色已經漸漸地黑下來了。我拍了拍紙袋，道：帶來了。人呢？那婦人一笑，道：人自然不在這裏，你一張錢留下，明天
他就可以到家了。我冷冷地道：如果我不依？那婦人道：那麼你的表妹就再也見不到你了。我心中一諗，他說紅紅再也見不到我，而不說我再也見不到紅紅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我連忙道：你是說他不等我說完，便道：不錯，你可以見到他，但他卻見不到你，他什麼東西也看不到。你以為我們當真那麼蠢，隨便殺人麼？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，道：小姐，你聽我說，今天我沒有帶錢來。他的面色一轉，轉身就走。我踏前一步，一伸手便握住了他的手臂。他厲聲道：你小心些，今天山頂上的人很多。我高聲一叫，便有人來了。吃虧的可是你。我立即道：小姐，你該相信，我絕不是不捨得那筆贖金，只不過因為我疑心你的目的不是真正地要錢，所以才沒有將錢帶來。他面上露出了驚訝的神色，道：不要錢要什麼？笑話！我道：只要你們是要錢，問題就好解決。你立即通知你們的人，將我表妹放回家去，憑我衛斯理三字，大約還不至於賴了你們20萬美金。他考慮了一陣，道：衛先生，你的大名我也知道，你能這樣說，那我們就一言為定了。我見他肯答應，心中十分高興。這時候我已經信他是真的為了錢而綁架紅紅的，但是半個小時後，我才知道這個婦人實是天才演員。當時我的確為他的演技所惑，相信紅紅之被人家看中，完全是因為湊巧，而且不是受了白老大兒子指使的結果。那女人的話一講完，便轉身走了開去。我連忙揚指叫道：喂，那錢我怎樣交給你們才好？後來我想起自己這一句話，實是羞愧得無地自容，因為我竟那樣地容易受騙。那女人站定了腳，想了一想，道：我回去和黨人商量一下，再和衛先生聯絡吧。我點頭道：好，最要緊的是你們先將我表妹放了出來。那婦人作了一個令人作嘔的微笑，道：那自然，你放心，我們不會不守信用的。他一面說，一面向外走去。明月早已升起，我在這塊空地上徘徊了一會，心想在這裏過上一夜，倒也不錯，何必去冒夜航之險？反正時間有的是，一定可以趕得上16晚的集會的。我踱了10來分鐘的方步，便離開了這塊空地，到了山頂上。在山頂上賞木的人不少，一望而知，那些人全是從城市來的，有的還帶着收音機，開得十分大聲，唯恐人不知他有那麼一個寶貝。真不懂得這些人要聽收音機，為什麼跑到山上來？我向一個寺院走去，準備在寺院借宿一宵。可是我還沒有來到那寺院的門口，便發現有人在跟蹤我。我連忙轉過身去，跟蹤我的人也立即止步。我細細一看，竟有6、7人之多。在那6、7個人之中，有幾個的腰間顯然藏有手槍。我心中不禁吃了一驚，什麼人會有那麼大膽，公然懷械來跟蹤人？我停下來，點着了一支煙，一個跟蹤者竟然直向我走了過來。我更感到了事情大事不妙。6、7個跟蹤者並不十分掩飾他們自己的行藏，已經是可疑的事情。而其中一個更公然地向我走了過來，就算是白痴也可以知道，那些人正是警方的便衣人員了。來到我面前的是一個頗為英悍的中年人。我放好了打火機，直視着他，他也望了我一眼，從袋中取出了證件來，道：我是程警官，請你到警署去一次。我抬頭望去，約有6個便衣人員已經將我團團圍住，我實在毫無抵抗的餘地，而且我也根本用不着抵抗，因為我根本未曾犯法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煙，道：可以，但不知是為了什麼事。我這時候還以為是紅紅的事情，警方已經知道了，所以才要和我談一談。但程警官卻立即面色一沉，冷笑一聲，道：老友，事情發作了。這一句話不禁令得我莫名其妙，道：什麼事情發作了？程警官不再和我多說什麼，一揮手，道：先將他押到警署去再搜身。
另外一個中年人卻道：不好，天黑路遠，若是給他在半路上做了手腳，我們便沒有了證據。他們兩人的對話，更是令得我莫名其妙。如今我身上的東西難以解釋的，只有那一沓舊報紙，但是身上有一沓舊報紙，便算犯法麼？我不由得理直氣壯的道：究竟是為了什麼事？你們那麼多人看着我還做什麼手腳？難道你們就要在眾目睽睽之下來搜身麼？程警官和那個中年人交換了一下眼色，那中年人踏前一步道：你不願在這裏搜身，就戴上手銬，否則我們不能放心。我一聽得他這樣說法，已經知道事情的嚴重程度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我連忙道：我是衛斯理，我相信各位對我有什麼誤會了。程警官冷冷地道：我們早知你是什麼人，也知道你在警局中有很多熟人，但是法律卻是不能徇私的，你不願戴上手銬也不行。我道：我當然知道法律不能徇私，但是我希望知道犯了什麼法。那中年人聳了聳肩道：到警局再說吧，在這裏是說不明白。我覺得無可奈何，道：上警署不成問題，但是在我未正式受拘捕之前，我絕對拒絕戴上手銬。程警官和中年人又交換了一下眼色，才點點頭道：好。片刻之間，我簡直成了大人物，前呼後擁，將我挾在當中，向警署而去。到了警署，原班人馬又將我押進一間光線十分明亮的房間中。程警官和那中年人坐了下來，道：仔細搜身。我張開雙臂，任由兩個便衣人員仔細為我檢查。可是經過了半個小時之久，卻並沒有什麼意外的發現。程警官霍地站起來，道：將你的衣服脫下來。我本來想抗議，但是為了本身的清白起見，我還是照他們的話做了。我首先將西裝上裝脫了下來，交給了程警官，他立即交給了那中年人。那中年人翻來覆去地看了一會，突然發出了一聲冷笑，嗤地一聲，撕破了我上裝的夾里。夾里一被撕破，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只見在夾里之中跌出了10來包一寸見方、扁平細小紙包來，而程警官立即解開了一具，紙包中是白色的粉末。他將這一具白色的粉末送到了我的鼻子面前，道：現在你知道為什麼被捕了吧？那中年人道：通知線人，線報正確，可以領獎。想不到一直緝而不獲的毒販，原來是你。這時候我實是百口莫辯。我當然已經知道了那些白粉的來源，一定是那個婦人以極其巧妙的手法劃破了我的上裝夾里，放了進去的。而我卻相信他並不是受了白老大的兒子所指示的。今晚的這個筋斗實在栽得不能再大了。室中的燈光在片刻間便集中在我一個人的身上，光線強得使人眼睛生痛。而在我頭昏腦脹、不知不覺間，我已被推停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。程警官的聲音顯得十分嚴厲，喝道：來家是誰？小拆家又是誰？快說！我吸了一口氣，竭力使自己的聲音顯得平靜，道：我被人誣害了，請允許我和律師聯絡。程警官的聲音仍是那麼嚴厲，道：你遲早要說的，如今人贓並獲了，你還有什麼話要說？我仍是保持平靜，道：那麼至少讓我和陳警官通一個電話，你們應該相信我絕不會是毒販。程警官的聲音硬得像鐵，道：我們相信證據。我固然竭力鎮定心神，可是我感到全身已在出汗。白老大的兒子所使的手段不但卑鄙，而且毒辣。我如今這樣的情形，如果被解上法庭的話，一定要判入獄好幾年。不要說8月16晚上趕到湯姆生道25號去了。我又道：你們必須聽我說，先別向我發出問題。程警官道：好，你說吧。我道：先給我一支煙。程警官將煙遞了給我，我連吸了幾口，道：在警方，即使在國際警方，我也有極其良好的紀錄。程警官道：我們知道，在今晚上我們接到線報之際，已經詳細地研究過你的一切了。
我們甚至還和國際警方的高級人員威爾遜先生聯絡過。我急急地道：他怎麼說？程警官道：威爾遜先生說，你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，但是和警方卻常常持不合作態度。你可以為警方立下大功，也可以做出極大的罪行來。我的心冷了一半，道：那並不等於說我竟是白粉的大賊家。程警官道：可是在你身上搜出來的那些證據，你又怎麼解釋呢？我心中迅速地在轉念，我當然可以解釋，但是一解釋的話，卻不免要將全部事實的經過都說了出來，這是我最不願意的。而且事情說出來之後，能不能獲得對方的相信，也是根本不能預知的事，所以我決定不說。但是不說的話，又如何能洗脫我的罪名呢？我想了片刻，才道：你們難道就在這裏審訊？程警官道：我們知道你神通廣大，上峰指示一切在錄到了口供之後再說。我聽了之後，不禁更是暗暗叫苦。本來我想，如果他們將我解往城市去，那麼我或許在茫茫大海之中還有脫身的機會。我知道，我如果要及時參加那次集會，除了以非法的手段先逃了出去，等事情澄清之後再作解釋之外，實是沒有第二個辦法可想。但是身在警局之中，我又有什麼法子可以逃得出去呢？程警官的問話一點也不放鬆，道：衛斯理，你是一條漢子，既然已經是敗，也就應該痛痛快快地將事情講出來了。我一聲不出，程警官忽然問起我毫不相干的問題來，我一一回答了。他問了10幾句，突然又轉到了販毒的事上來。我回答道：我不知道，我是給人陷害的。審訊一直持續了幾個小時，刺眼的燈光一直照映在我的身上。我是練過中國武術的人，自然不會感到怎樣辛苦，但是我精神上的損害卻是極大。我一定要報這個被人陷害之仇，但是我是一點也想不出辦法來。我甚至不能洗脫自己的罪名，一直到天亮了，燈光才熄滅掉。這時候我才發現，坐在我面前的有4、5個人之多，有2個人一望而知是警方高級人員。程警官站了起來，道：你令得我們非常失望。你雖然不肯供出口供，但是法官根據人證物證，一定會判你重罪的。我吸了一口氣，並不出聲。我自然知道，程警官對我絕不是虛言恫嚇，即使是最好的律師，也不能令得我無罪。而我如果因為販毒罪而狼入獄的話，這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我重又被加上了手銬，蒙上了頭，被2個人帶了出去，走下了石級，又走了段路，才被人扶着上了一個碼頭。我知道警方要將我解到城裏去了。今天已經是8月16了，如果不能脫身的話，連日來的計劃不但完全打亂，以後我又將如何？白老大竟然會有這樣一個心思狠毒的兒子，這確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。我這時候雖然已經是斗敗了，但是我心中卻還有一點頗堪自慰的地方，那就是白老大的兒子雖然用盡心機，但就算其餘7幫18舊的首腦人物盡皆集齊的話，只怕以于賢文當年設計之精巧，缺了循正氣的那一塊鐵片，他也是找不到那筆錢的。不一會，我已經覺出我身在快艇之下，當然我的身邊仍然有着警方的人員。我苦笑了一聲，道：將我頭上的黑布除去好不好？還怕我逃走麼？在我的對面傳來了程警官的聲音，道：不能，你只有暫時委屈一下。當然，這時候我要硬來，也未遲不可。但是我一有異動，警方人員豈會不採取措施？我考慮再三，決定不妄動，等到了再說。1個多小時後，我上了岸。我雖然看不見眼前的情形，但可以覺得出，幾乎一上岸便被帶進了一輛汽車中，車子飛快地向前馳去，約莫20分鐘光景，我又被人從車中扶了下來。下了車之後，走了幾分鐘，我便被按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，同時我頭上的黑布也被揭了開來。我那時候的心情，頗有些像古時候的新娘
被新郎揭去面幕的時候，看一看決定自己一生的命運的人是怎樣的一樣，看一看自己是在什麼地方，因為這地方也可以決定我的一生。那是一間很寬大的房間，窗子外面裝着槍，而且窗子的開啟也要在外面動手。顯然，這是專門招待要犯的地方。兩個警方人員將我留在室中，便退了出去。我連一刻都不耽擱，立即行動，掠到了窗前，手掌貼在玻璃上，用力一按，一下極其輕微的聲音過處，玻璃已經裂了開來。我手掌緩緩地提了起來，玻璃碎片貼在我的手掌之上。我將玻璃碎片脫掉，伸手向外，輕輕地撥開了窗，向外看去。一看之下，我心中不禁暗自嘆了一口氣。好幾個武裝警員正在來回巡詢，我簡直一點機會也沒有。我頹然地在椅上坐了下來，苦苦地思索着對策，一直到了近中午時分，程警官才走了進來。這一次，他的面色緩和了許多。我見了他第一句話便道：我要和律師聯絡。程警官卻笑了笑，道：不必了。我不禁怔了一怔。程警官又道：警方究竟不是能被人永遠地戲弄的。我一聽之後，心中大喜，忙道：你們已經知道我是被人陷害的了。程警官在室中來回踱了幾步，道：現在還不能肯定你完全沒有關係，但是你卻可以離開這裏回家去了。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，心中暗自慶幸，幸而未曾冒險行事。程警官繼續道：但是我們什麼時候要見你，你卻必須和警方合作。我點了點頭，道：當然，而且我相信陷害我的人一定就是警方糾緝不獲的毒販頭子。我要解恨，我一定會將他捉住，交給警方。程警官伸手在我肩頭上拍了拍，解開我的手銬，道：魏先生，希望昨晚的事情你不必介意。老實說，昨天我對警方的做白不分，確是大有怨言。但是如今我心情之暢快，得所未有，立即道：當然，那算不了什麼一回事。程警官望了我半晌，道：還有一件事，我想請問你的。我道：什麼事？程警官道：最近我們發現有幾個遠在南洋，甚至有在美國的原來中國幫會的首要人物來到了這裏，你可知道是為了什麼原因？我想了一想，道：我不知道。程警官不再說什麼，便將我送了出去。我回到家門口，已經是下午2時左右了。從昨天起，直到如今為止，我簡直就一直在被人撥弄着，像是盤中的蟋蟀一樣。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之中從來也未曾經歷過的事。我打開了門，只見老蔡坐在客廳中，愁眉不展，見了我，連忙站了起來，道：阿里，你到什麼地方去了？急得我差點去報警。我心中暗自苦笑，道：別多說了，紅紅回來了沒有？老蔡道：紅紅昨天晚上就回來了，但是聽說你在為他奔走，他又出去了，說是去救你，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再見到他。如果現在站在我面前的不是老蔡，而是紅紅的話，我當真可能老實不客氣地一個耳光打了過去。白老大的兒子行為雖是卑鄙之極，但是如果不是他要挾了紅紅的話，我怎麼會弄到幾乎身敗名裂？這當然不是紅紅的錯，怪不了他。可是他才一脫離了險境，卻居然想救我脫險，這不但可笑，而且荒唐到了極點。我的臉色當時一定十分難看。老蔡望了我一眼，便默默地退了開去。我應該怎麼辦呢？去找紅紅麼？鬼知道他到了什麼地方去了，又如何能找到他？我上了樓，並未休息，便開始化妝。雖然我知道集會的舉行一定是在午夜，但是我卻也不敢在化妝上有任何大意。我足足化了2個多小時，才將自己樣貌完全改了過來，變得即使在白天不是特別留心的話，看來也像是秦正氣，而不是衛斯理。浙江山地的事語我是會說的，我又用了半個小時來自言自語，以求熟練。等到我做好這些，天色已經漸近黃昏了。
我吩咐老蔡開飯上來，然後等着天黑，也存着微小的希望，等着紅紅的回來。天是自然而然地黑了下來，但是紅紅卻沒有回來。我心中對紅紅的怒意已經消滅了，相反地更為他擔心起來。但是我卻沒有辦法，我不是不想救他，而是沒有法子找到他的蹤跡。我躺在椅子上睡了2、3個鐘頭，一覺醒來已經是10點鐘了。我唯恐白老大的兒子會派人來監視我的行動，因此在熄了所有電燈後，我才下樓，低聲吩咐老蔡不必等我，從後門掩了出去，迅速地掠出了橫巷，貼着牆根向前走出，來到了大路上，我才將腳慢了下來。我決定步行前往湯姆生道25號，因為秦正氣住在木屋，窮困不堪。白老大的兒子是知道這一點的，我不能讓他有任何啟疑之處。在將要到達湯姆生道25號之際，就在那條前幾天我和白老大的兒子相遇之處，只見兩面的長凳上各坐着4個人。那4個人一見我走了過來，一齊咳嗽了一聲，其中一個忽然拉長了喉嚨道：來者可人，連連通明。他就像在念氣詞一樣。如果是普通的過路人，當然至多望上他一眼，便自算數，不會去理睬他的。但是我卻立即停了下來，道：黃龍會循正氣。那8個人立時一起站了起來，向我行了一禮，作出了一個請我繼奔向前行走的姿勢。我大搖大擺地向前走出了幾步，只聽得其中一人低聲在說道：白少爺，黃龍會循正氣，就快到了。我心中怦怦亂跳，心想難道白老大的兒子也在這裏？我連忙回頭看去，原來他是以無線電通話器在向坐鎮湯姆生道25號的白少爺報告。我看了一眼之後，立即繼奔向前走去。那條路確是正僻，我將要來到那所巨宅面前了，仍是一個人還未曾遇到。直到了我到了大宅門口，才又有2人迎了上來，道：黃龍會的秦兄弟麼？我沉聲答道：是。我一面說，一面取出了那隻紙猴子來，但是那2個人卻搖了搖手，道：不用，等一會才要。他說了這句話後，輕輕地吹了一下口哨，立即又有一個人從黑暗中走了出來。那2個人立即隱沒在黑暗之中。那個人向我略為打量了一下，便道：跟我來。我道：白老大可好麼？他像是愛理不理一樣，道：等一會你便可以見到他了，何必多問？如果是我自己，我當然不會與他這種人多計較，但是我如今所化妝的是秦正氣，不但要外表像他，而且性格也要像他，因此我立即大聲罵了起來，道：混賬，你是什麼東西？我好意問問白老大，要你來向我擺什麼臭架子？那人愕然然回過頭來望着我，我的聲音更大了，叫道：請白老大出來，有什麼不是？我秦正氣向他叩頭賠罪。那人堆下了笑容，道：秦大哥，別讓。我大聲道：怕什麼？揸門做賊麼？黃龍會一不偷，二不搶，只知道殺日本鬼子，為什麼講話也得小心？我正在越講越起勁，只見3條人影從大宅之中疾掠了出來。我一看到那3個人的身形如此矮小，便知道來的正是神邊沙米子。我心中也不禁十分緊張，因為我和神邊沙米相見不止一次，而且還曾經動過手，和他們相會，可以說是我的第一關。只見他們3個人一到，便斥退了那個帶路的人，齊聲問我道：秦兄弟，多年不見了，還是這等火爆脾氣，可還認得揸門麼？我假裝看了他們一眼，仍然氣鼓鼓地道：原來是你們3個矮鬼，燒了灰也記得。神邊沙米笑了起來，一個道：秦大哥別生氣，白老大很好，老店記着7幫18會的弟兄，所以才有今日之會。秦大哥請跟我們進來。我點了點頭，道：接着又的咕道：這幾年人窮了，連狗都向老子亂吠了。神邊沙米不說什麼，來到了大門前，他們推開了鐵門，讓我進去，又將門關上。我跟着他們走進了大廳，只見巨宅上下盡皆是烏黑，不知夠理，根本不知道今晚在宅中會有這樣的大事。
到了大廳中，我們向那架鋼琴的面前走去。我心中正不知他們弄些什麼玄虛間，奇事突然出現了。當時只聽得蓋上琴蓋的鋼琴突然發出了一陣叮咚之聲。我立即道：矮子，有鬼！神邊沙米笑道：秦大哥說笑話了。他們一面說，一面使將鋼琴向外推了開去。鋼琴挖開之後，地上便出現了3尺見方的一個洞，隱隱有燈光傳了上來。神邊沙米向那洞下一指，道：秦大哥，請你下去，我們還有事，下面自有人招呼的。我答應了一聲，便向下走了下去。走不幾級石級，上面的鋼琴便移回了原位。我抬頭向上一看，幾乎笑了出來。那一個大鋼琴根本只是一個琴殼子，在每一個琴鍵下面有絲線繫着。趙靈專家的秘密到此完全揭穿了。本來我還以為那趙靈專家是利用了半導體的設置，以無線電波來控制琴鍵的跳動的。如今才知道根本只是一個人蹲在下面拉動絲線而已。我相信田利東夫婦是做夢也想不到這一點的。我向下走了70-80級石級，仍然一個人也沒有遇到。這時候我心中不禁暗暗奇怪起來。照我的預測，白老大召集會議的地點應該就在湯姆生道25號的地窖之中，但是如今已經下了70-80級之多，什麼地窖有那麼深的？莫非他們已經看穿了我是偽冒的循證器，因而特意令我走錯路？我停了下來，大聲道：怎麼沒有人？我的聲音激起了陣陣回音，只聽得有人的聲音空空洞洞地傳了過來，道：請再向下走。我只得再向下走去，一面走，一面仔細觀察我所經的地方。我猜測這裏一定不是白老大所建造的，這當然是在日偽時期，這所巨宅曾為日方高級人員所住。這地道可能是通向一個設備極其完善的防空洞的。我又走下了20來級，來到了一扇門前，門的兩旁都裝有電眼。我走了上去，經過電眼之際，聽到了門內響起了一陣鈴聲，接着門打開了一個小洞，伸出了一隻手來，道：秦兄弟，你那隻紙猴呢？我立即將循證器交給我的紙猴子，遞到了那隻手中。那隻手縮了回去，門上的小洞也隨即關上。我在門外等着，過了大約3分鐘，門才打了開來。門一打開，我首先見到的便是白老大的子女。